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，伤口处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三千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阴狠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生无常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三千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想必是潘巡抚吧？我今天来是想……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是想要人是吧？好说呀，告诉我哪个反贼的家眷，我会帮这个忙的。就冲你这张小脸蛋儿，我也会。哎，放肆！哎，对付你们这些人，本府向来都很放肆的。姓潘的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小心我把你那条手给卸了。哎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竟敢恐吓朝廷命官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谁敢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9000岁亲临，潘大人跟我叔叔混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会不认得这道令牌吧？你叔叔？那姑娘你是？我家姑娘是当今9000岁的亲侄女。潘大人，你不会不知道我魏方宗是谁吧？哎呦，恕在下有眼无珠。常听9000岁提起姑娘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请姑娘恕在下无礼。既然知道，还敢对我家姑娘无礼，该打！慢着，好歹人家是巡抚大人，给人家留点面子。哎呀，多谢姑娘大量，择日本府必定备其厚礼，向姑娘谢罪。哼，厚礼是山珍海味还是奇珍异宝？你当本姑娘是没吃过没见过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奇珍异宝，是我叔叔那儿没有的。哎呦，那可不敢。不知道下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，姑娘尽管吩咐。我只想要你帮我做一件小事。请姑娘直说，下官在所不辞。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哎呦，这事儿容易，我现在就派人，就是把无锡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一定把姑娘要找的人给找出来。哎，别说找一个，就是找几十几百，也不是个什么难事儿。姑娘，你要找的是谁呀？我要找那么多人干嘛？我只想找我的红影哥哥。红影哥哥是谁呀？审计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，他是我的红影哥哥，智慧敏捷，聪明过人，像狼一样的冷静，一样的冷血。他出手急如风，快如电，比豹子还矫健。他有苍蝇般的眼神，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能洞察先机。他龙行虎步，走路的时候每踏出一步，不多不少只有10寸。好看，就是。看见没有？看人家这一身行头就不一样，大侠呀！是啊，大侠就是不一样啊，太帅了。他帅，我不帅。
谁让你看他人呢？看他钱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，看他的钱袋鼓鼓的，肯定有不少银子。他一定很有钱。很快他的钱就要变成我的钱。哎，当家的，你看人这身行头就知道人家是高手，咱们打劫他，算了吧啊！不是你给我长点出息好不好？你懂什么呀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当家的，咱们就算是进了虎穴，可是也未必能得着虎子啊！你想想啊，咱们哪次打劫，哪次得过手？哪次不是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、屁滚尿流的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有点志向，长点志气呀？不是啊，你说你们受这么点小挫折，都给你们吓成这样，你们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？要不然我们何年何月，我们才能脱离苦海，我们才能扬名立万？可是当家的，可是行了。我决定了，就拿这头肥羊开刀。我不想杀人，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红影哥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方宗，清风和明月说看见你进了客栈，我还不相信呢。红影哥哥，别洗了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不，我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你别这样，你看清楚，你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？为什么别人的梦都有醒的时候，而你的梦却永远也醒不了？因为我不是别人。你忘了带这个。你慢点喝，心里不好受你就说嘛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那么大个人了还做噩梦，自己吓唬自己。红影哥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杀错人了？不，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那就对了，你杀人是为朝廷办事，为皇上尽忠，为义父尽孝，这本来是忠孝两全的事啊。再说了，你杀的又全是那些该死的乱臣贼子，他们本来就该死，你又没有办错事，干嘛那么折磨自己？每次都拼命的洗手，我看你啊，手都快洗脱皮了。我答应过一个人。你答应过一个人？洗手？你答应过谁呀？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你不告诉我算了，我也不问了，省得又自讨没趣。将军，没想到魏忠贤这个狗贼，真的敢对顾大人动手。恐怕现在和东林书院沾点边的人，都被这阉狗魏忠贤，你这无法无天的阉宦！石副将听令，末将在，即刻随本将进京面圣，我要当着皇上的面弹劾魏忠贤这个老贼。将军，万万不可！大胆！军令如山，你敢抗命？末将不敢抗命。
只是将军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万望将军您三思啊！三思？我还要三思？顾大学士、熊将军，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、为国为民的忠臣？魏忠贤这老贼为了夺权，不停地捏造罪名，将他们一个个置于死地。再这么下去，朝廷早晚是魏忠贤的，大明朝早晚要毁在这个狗贼的手里。可是将军，魏忠贤，他现在是皇上的宠臣，权倾朝野。如果将军您贸然回京，一定会中了这个奸贼的暗算，惹来杀身之祸呀！哼！我袁崇焕自从军之日，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为了皇上，为了我大明江山，即便是株连九族，我也要除掉这个奸贼。将军义薄云天，天下皆知。可是，这个人生死事小，顾全大局为重。将军，请三思啊！那依你之见呢？风尘双侠仍在江南，东林书院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定会传消息回来。将军，不如略等几天再做定夺。上苍有眼，佑我忠良。如果铁盒里的秘密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忠良义士要遭到他的陷害。二位不用担心，我听顾大人说过，没有钥匙，即使魏忠贤撬开铁盒，也什么都得不到。那钥匙在哪儿啊？哈，铁盒的钥匙其实就是顾大学士。忍住啊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存心害我吗你？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？小少爷，我阉鸡、阉鸭、阉狗之后啊，每次都用这种草药给它服上，过2天就好了啊。什么？给畜生上的药？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了？你不是东西。什么？不，你不是东西。不，你是你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是我的小少爷。小少爷，为了你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什么都干。哎呀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要你陪我回书院找我爷爷。哎呀，小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主人的话呢？小少爷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见你爷爷呀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啊，这打扮看不出来吗？山大王，要想活命，把钱留下。英雄，要钱真没有，要命就一条。那就拿命来！上！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流氓啊！站住！翰林大学士顾宪成，是顾大人。顾大人，你们认识我爷爷？马壮士，你赤胆忠心，保护少主，我们兄弟大伙敬你！来，干！其实我保护小少爷，不是因为什么赤胆忠心，只是怕老爷变成厉鬼来找我。小少爷，
你是忠良之后，我边哥绝不会为难你。其实，我们弟兄几个也是忠义之士。那你们怎么当土匪了呢？哎，小少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哥几个以前都是在朝廷里当差的，因为得罪了阉狗魏忠贤的党羽，被罢官流放。为了生活不得已，才当起了土匪，拦路劫道。那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吧？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表示心意，我愿意把我们攒下来的1点银子拿出来，孝敬2位当盘缠。啊，拿去花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客官，您看喜欢哪把？这几把都一般。哦，我还有一把震天宝剑。小二，过来帮忙。哎，好嘞。哦，慢点。你。哎呦我。客官，您看这把剑，不但可以防身，还可以辟邪。好剑。敢问这把剑叫什么剑？客官，这是我削梨用的水果刀。客官，您挑了这么多把剑，不知道你要买哪把剑呢？我想选哎呀，你又不成剑，你买剑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越是功夫不够，越要行头来凑，让人一看就像个大侠，要不然就被人欺负。耶！干嘛？小少爷，你看你这衣服太难看了，脏的呀，都破了。我等会儿出去看看，附近有没有卖衣服的，帮你买一身，换上。忠孝两全，这4个字你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，爷爷，我去玩了。哎，不行。要把这4个字再练10遍才可以出去。啊？怎么还练10遍呀？我昨天不是练了吗？怎么还练呀？那你昨天吃过饭，今天为什么还要吃饭？因为我饿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个练字读书必须要专心。爷爷，我好想让你再抓着我的手，教我写字。如果你还能教我读书写字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话，认真学习，绝不再惹你生气了。爷爷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客官，这是本店专酿的竹叶青，来一壶尝尝吧。我只喝自己带的酒。哎，等一下啊！见过这2个人没有？没有。没事。究竟是谁？城南茶店不见不散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小少爷，看看野菜蘑菇汤，快来，趁热。干嘛呢？
怎么了？饿晕了吧？快！我不饿，我想爷爷。哎呀，天哪，熏死我了！你这么小年纪，要经历这么多生死离别，确实难为你了。孩子，不想这些了啊！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喝了它啊！你这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看这边，看到了吗？我刚刚采的野菜蘑菇汤，快喝！我不吃野菜汤，我要吃烧鸡烧鸭。还有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啊？我要住客栈。小少爷，那个鸟人在到处追杀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在这儿大吃大喝，到处招摇，要被人发现，那不送死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烧鸡烧鸭。我爷爷说过，人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缺什么才会想吃什么。我就要吃好吃的。歪理邪说，想吃什么就说明肚子里缺什么呀？那狗吃屎，肚子里缺屎啊？鸟吃虫，肚子里缺虫啊？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了，哎，我不理你了。行了，小少爷，实在不行忍一忍，克服一下啊！没那么多钱，吃好的喝好的。那些好土匪不是给了我们好多钱吗？那钱得省着花呀！你这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袁崇焕大将军啊？奇怪了，这么好喝的汤，难道你就不诱惑吗？你看，闻着就香，喝了。我保证，你喝了还想再喝。哎，干什么呀你啊？浪费，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！你是不是呛到了？没呛着，你煮的汤太难喝了。胡说八道，绝对是胡说八道，肯定是胡说八道。我煮的汤怎么会难喝呢？你尝尝啊！我是想让你先喝，我再……那行。我没侮辱你吧？是太侮辱了我。年轻人，有胆识。刚才那个图纸是你的？不错，看来你的悟性挺高。我给你的信那么深奥，你都能看得懂。找我何事？好，快人快语。那我也不多废话了。江湖告急，想借你身上一物。江湖告急，想借我一物。剑在人在，你想借剑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对你那把破剑没兴趣，我是对你那个有兴趣。荷包，原来你想打劫，聪明，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哼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降龙18掌，嗨，九阴白骨爪，嗨，我抓死你！想跟我动手，再多练几年吧。我没师傅教啊。我教你。好，手抬高，脚抬高，腰收紧，挺胸，收屁股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你们两个见死不救啊！快出来救我呀！来了！兄弟，关键时候不会丢下你的。臭小子，我兄弟来了，你赶快出手救钱吧！救钱！一起上吧，省得我费事。好，呀！哎呀！呀！哎呀！当家的，大家饶命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，杀了你们！侮辱我的剑！大家，请留步！怎么，还想挨打？我要拜你为师。是啊，滚开！
师傅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你走。我也不让。放开你们的手！我也不让师傅走。你就可怜我们吧。我们什么都没成功过，大劫更没成功过。你要是不收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，师傅！师傅，住口！不许叫我师傅！这条活路。要我给你们条活路可以，起来回话。替我办件事。好，您尽管说，我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这2个人身上带着一枚铜制的官印，你们若能找到，赏银100两。这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吗？哎，少爷，看看我这么走路，像不像个大剑侠？还大剑侠呢？我看你不像大剑侠，那像什么？像大贱人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哎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你给我买好吃的，我要吃那个。好，正好我也想吃一串。你怎么每次都跟我一块吃啊？有福同享，有串同吃嘛。走。那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人吗？张家长，你看错了吧？不这样啊，肯定没错。偷看人家拉屎，就是化成灰为忌。马尚飞，你老说我们要去投靠大将军袁崇焕，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知道一句话：皇天不负有心人。只要我们这样努下去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严大将军。说得好，说得对，皇天是不负有心人，也终于让我这个有心人把你们给找到了。马尚飞，我认得他，他就是提着裤子跑的那个人。怎么办呢？他们这次来找你算账啊！偷看我拉屎，弄得我连裤子都没穿好就跑了。虽然你们这么做很不要脸，但是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那你们拿着刀想干嘛？嘿嘿，你说呢？马尚飞，我们是不是又遇上土匪了？几位大哥，从面相上看，你们像是土匪喽。好眼力，好眼力。哦，那既然是土匪，就一定是忠义之士喽。什么是忠义之士？夸你们，忠义之士。是我们是忠义之士，那就是自己人，让你们开开眼，看一眼东西。转。看，当家的，嘿，敢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冲着我们，当家的，羞辱咱们，羞辱咱们！劈了他！这招怎么不灵了？住手！不要逼得我拔剑了。古人云：一寸长，一寸强，一寸短，一寸险。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，还没我这把半儿长呢。要是识相，就赶紧给我滚开！大家，你不要冲动。你看，咱们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，是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，是吧？不要动不动就拔刀啊、拔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看，我们都收起来了。算你们识相，告辞了。别，大家，留步，请留步。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。我知道二位身上有个官印哈，要不然这样，出价卖给我怎么样？官印是我爷爷的，不卖。对。小兄弟，不卖就不卖啊，借给我看看总可以吧？不好，我爷爷的官印和我屁股上的烙痕一样，要看就看我屁股。谁看你臭屁股？好话我都跟你说了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说狠了我！别碰我爷爷的东西！给我劈了他们！哎呀！那就让你们领教领教我的剑法！
奸商啊！哎，站住！你买的不是震天剑吗？怎么变成吹火刀了？奸商害人呢！这孙真把我害死了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观音可值100两银子，别让到嘴的鸭子给飞了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停！别跑啊！继续跑啊！不跑了！你们不要逼人太甚！谁逼你了？我才没逼你呢！省得让人家说我一代大侠欺负一个小孩子和一个胖子。我呸！你还一代大侠？你看你长那个熊样，长得比我还肥呢你！少废话！只要你们乖乖的把官印交给我，我就放你们一条活路。官印，好。你干嘛？吃这个吧，给你。我价格给的，你赶紧跑啊！要它，别着急。小胖子还挺懂事儿。那是。拿来。我是小胖子是吧？哎，胖子没错，出来当土匪就不对了。我揍你！快跑！我打我打死你！哎呀！把观音给我抢过来！我砍！我砍！哎呀！把观音给我抢过来！马上飞！哎呦用力！哎，小少爷，我来了！你看够了吧？啊，想要这个吧？来，哎，傻呀，这儿呢！来，我走！小少爷，把你拖下去，扔到山下去！你管！哎呀！脱裤子，快抓住他们！给我！马上飞，怎么办呢？快跳！走！马上飞，救我呀！马上飞，救我！偷看别人拉屎还脱别人裤子，真不要脸！当家的，别哭了。你看，好在咱们得到官印了。马上飞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怎么办呢？我哪办过这事儿啊？我也没办法呀。你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这个裤子好像不结实。小少爷，有办法了，我努一下，撒手。啊！不是你撒手，是我撒手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混账！您骂我干嘛呀？这不就是您要的那个官印吗？是我要的官印，但是你看看，都变什么样了？哎呀，这意外啊，真是意外，纯属意外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了，师傅，一不小心给砍坏了。是你砍的？就算是我吧。可是师傅，这字儿坏了，可这印还完好损呢。官印上的图文已经无法辨识了，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块废铁。师傅，那我那个赔2文银的赏钱，还敢提赏银？毁了官印，拿命来赔！
关我们的事。除非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。理由？我哪有理由啊？我的剑很快，你不会感觉到痛苦的。别！师傅，你不能杀我呀！一日师徒百日恩呐，再加上您徒弟我是那么可爱，对您又是那么孝敬，您不能杀我呀！不能杀我！我爷爷的官印和我屁股上的烙痕一样，要看就看我的屁股吧。我有理由了，师傅，我这个理由您一定满意。说。官印虽然被毁了，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孩子，他屁股上的烙痕跟这个官印上的图文那是一模一样啊！什么？您要是杀了我，那您就永远都找不到那孩子的下落了。那孩子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但是师傅，只有我能认得他呀，只有我能帮你把这个孩子给找出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师傅，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骗您呢。师傅，您就算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，好不好？一定让你满意。好，我再给你7天的时间，要是找不到孩子，拿头来换。好。有消息，到客栈找我。让开！让开！好，我主千岁，千岁。好，平身。谢9千岁。如真啊，本座一到江南，你就为本座献上这么大的一份礼，不但为本座造了一座这么大的生祠，而且还把本座的雕像雕刻得惟妙惟肖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本座只是个人，不是神呐。启禀9千岁，在卑职的心目当中，您就是神，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，还知会了江南各州、各府、各县的巡抚、知州、县令，为您建造生祠。喜欢，本座喜欢。岳不打的手势，别动！都给我让开！9千岁，谁敢动一动，老子就让是阉狗，人头落地！放我们走！都给我退下！
火影哥哥，我不许你断了双臂！让开！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我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。我叫你让开！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就是自断双臂不可以。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老子可没有那么多耐性。别动！贴出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多悬呀！幸亏我抓住了悬崖上那个树藤，要不然咱俩全摔死。哎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爷爷是个好人，老天一定不会让我爷爷绝了后，会保佑我的。对，这次你是沾了我的光，你得感谢我。我一直沾你的光。哎，小少爷，你看，那么多人干什么呢？对啊，咱们也过去看看。啊，走。哎，让一让，看一下啊。这两个。哎，那小哥哥像你。那大哥哥有点像你。比我难看多了。什么呀，比你好看多了。这不就是咱们两个吗？啊！花花随风，尘缘微若滴，铜镜里墨，胭脂红灯，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中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中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